大家好啊，各位長者大家好。我見到咧網上咧有好多教人點樣咧添加呢個電子長者卡，但係有啲資訊係錯誤嘅，不過都有啲啱嘅。咁呢度咧我就都講一講啊。咁咧首先就係登入呢個政府智方便嘅程式啦。登入咗之後咧，跟住咧喺主頁點選我的咧就喺設定隔離，喺最底下嗰度，最右手邊設定，跟住就我的，撳入去我的，咁第二行咧就見到電子證照，跟住就點選長者卡，跟住按同意添加長者卡。如果畫面顯示已添加電子證照，即係成功添加咗電子長者卡。安裝後，如果要顯示呢個電子長者卡咧，又係撳翻我的，你就見到第二行有個電子證照，咁寫住長者卡，但係佢就唔係顯示晒所有長者卡資料嘅，只係一個長者卡編號、姓名、出生日期。咁你如果要 show 俾人睇，你有呢個電子長者卡咧，你就要撳入呢張呢個綠色底嘅長者卡呢個電子證照，撳入去，咁就會顯示出嚟嘅。咁如果對方要檢驗係咪真嘅咧，咁咧左下邊有個二維碼嘅，咁政府嗰度講清楚啊，除非掃描二維碼嘅人士咧遵守個人私隱條例，否則就唔好隨便俾人掃描二維碼啊。如果大家有咩問題，請留言，大家研究下。多謝收看。